分手後男人失去高價值嘅女人會唔會後悔呢？你係咪都以為只要你條件夠好，佢離開你，佢一定後悔？但係點解你咁靚咁叻，條件咁好，佢轉身就走，甚至可能仲揾一個各方面都不如你嘅人？如果你唔服氣嘅話，啱㗎喎，因為真正令男人放棄嘅，從來都唔係你條件差，而係你太難相處啦。條件高唔代表情緒穩定，你出色唔代表佢舒服。所以呢一條片我想同你講嘅唔係點樣變得更好，而係點解佢未必想留喺你身邊。喺呢段時間其實都有好多粉絲私信我，但係今次呢一期我揀咗一條好多人都唔為意，但係經常出現嘅雷區，就係一個男人點解佢失去咗一個高價值嘅女人，佢唔會後悔。如果你都有個咁樣嘅經歷，認真聽啦。曾經都有個粉絲問我，老師，點解我條件咁好，但我男朋友同我分手之後，佢一啲都唔後悔，佢仲要揾一個各方面都不如我嘅人。呢一度呢，我講一句真心話，你價值可能非常之高，但係同你一齊真係太辛苦啦。就算女方呢又靚又有錢，學歷又高，事業又有成，但分手後呢，男方都唔一定會後悔嘅喎。其實有時條件好唔代表一切㗎，尤其係當你帶住一種莫名嘅優越感去相處嘅時候，對方好容易會覺得自己唔夠好。當兩個人嘅相處完全唔平等嘅時候，關係就只會越走越遠。而真正令人窒息嘅並唔係對方差，而係你覺得佢配你唔起。當一段感情變成俾機會你嘅時候，注定冇結果。曾經有一個學員呢，其實佢條件真係好到唔使愁，又靚啦，賺錢又多啦，又識得生活啦。但係每一次嗌交呢，不論對錯，一定要男方先低頭，完全唔顧對方感受嘅。好多時候對方都唔會明白點解自己明明冇做錯，仲要低頭。所以調翻轉角色，你就好似永遠都唔知道佢內心嘅苦一樣。只顧自己嘅諗法，覺得自己條件好就有道理。咁喺對方嘅眼中，對方可能就會覺得我只係一個唔夠好嘅男朋友，所以我只能夠不斷去遷就你。但你諗下，長期咁落去，對方點會唔攰啊？你可能會以為對方唔識得珍惜你，但事實上係你可能冇理解到喺關係入邊嘅佢。其實一段感情入邊咧，最致命嘅唔係冇愛，而係冇共鳴。就算你有幾多優點都好啦，其實冇人想喺愛入邊做輸家㗎。感情呢一樣嘢呢，其實從來都唔係話你條件好就可以唔理對方感受。咁可能人哋就會寧願揀一個各方面都唔及你嘅，但係願意尊重我、理解我、認同我嘅人。就好似馬斯洛需求理論金字塔所講嘅，當生存物質部分滿足咗之後，人喺戀愛入邊就會更加想得到情感嘅認同。更加追求嘅係精神上面嘅契合同埋滿足。只有條件好有咩用呢？你條件再好，對住一個唔理解自己嘅人，冇情感共鳴嘅人，喺對方心目中內心都係空落落嘅。條件好唔會令到對方感覺到被支持、被尊重、被理解㗎。去到最後只會得出一個結論：你好，但唔適合我。所以有一啲男仔呢，佢會寧願揾一啲普通啲嘅，但係相處舒服、溫柔體貼，唔需要日日防守嘅人。最長久嘅感情呢，其實從來都唔係高低配，而係舒服對舒服。當你習慣用條件去證明自己嘅時候，你就會失去咗用心去同對方連接嘅能力。如果一個男仔只係因為你條件好，同你一齊，甚至分手之後後悔跑翻嚟揾你，咁樣只能夠係權衡利弊。唔通真係間間餐廳都試過，我試勻晒啦，我發現你最啱我，你都唔願意啦，係咪？如果遇到呢一種男仔，佢同你一齊，可能都未必真係因為中意你，只係睇中你嘅外在條件。咁樣嘅感情其實好難有真摯嘅成分㗎。而家呢一個年代，其實大部分人都唔需要擔心基本溫飽嘅問題，所以大部分人嘅拍拖呢，其實佢哋都係想揾一個真心相愛嘅，追求感情帶俾自己嘅嗰一種體驗嘅感覺。所以依家拍拖，條件同埋付出真係唔係唯一嘅標準啦。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喺埋一齊，關係真係好難長久㗎。高價值嘅女仔呢，當你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嘅時候，覺得同呢一個男仔一齊係憐憫佢嘅，係俾機會佢嘅，甚至係諗如果我唔同佢一齊，我可能會揾到更加好嘅。如果你抱有咁樣嘅心態，其實你冇可能經營到一段真摯嘅感情㗎。你喺度揀緊對方，其實可能你揀嘅都揀緊你。
感情要兩情相悅，要真係欣賞對方嘅魅力。當你被佢嘅內在魅力所吸引嘅時候，你哋先可以長長久久。我有好多學員咧，喺挽回嘅過程入邊，我哋會發現對方明明唔愛佢，只係因為自己條件好或者睇上去對朋友好，就勉強咁樣喺埋一齊。兩個人其實每一日相處咧都好唔開心嘅，拗撬又多，一方覺得自己付出多，另外一方覺得自己勉強，最後都係分開收場，浪費咗時間。不單止大家都付出咗曾經嘅感情，又傷害咗對方，何必呢？所以話男人或者女人喺緊另外一半嘅時候，唔好只睇外在條件，要相處一下，睇下大家嘅三觀合不合，相處得舒唔舒服。就算對方嘅條件唔算特別突出，但係如果對方願意同你一齊面對困難，支持你嘅理想，尊重你嘅選擇，呢一啲先係最重要嘅。因為感情呢件事其實從來都唔係交易，即係唔可以話你有咩條件我就要咩回報。真正嘅愛情永遠都離不開互相包容、互相體諒、互相成長。如果一齊得好辛苦，就算條件再好，都未必真係適合自己嘅。所以唔好再問點解佢唔後悔啦，問下自己係咪只係條件高，但係唔好相處。你想要真愛呢，就要願意俾人靠，俾人放鬆。感情唔係條件交易啊，唔係你有咩你就要換咩翻嚟啊！真正嘅長久係你哋互相體諒、互相欣賞、互相成長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個真正適合自己嘅人，唔好再因為外界嘅眼光而勉強自己喺一段唔舒服嘅關係入邊。識得欣賞你嘅好，珍惜你嘅付出，先可以同你一齊共創屬於你哋幸福嘅未來。喺挽回嘅領域入邊呢，同條件真係冇關係㗎。如果你真心愛呢一個人，你就重新審視一下自己嘅觀念。你條件咁好，唔代表佢唔會走，但你願意放低優越感，學識去理解人，佢先會留低。嗱，問翻你自己，你想做一個條件高但孤單嘅女人啦，定係做一個真正可以令到男人想留低唔捨得走嘅人？如果你正遇到呢一啲感情嘅困境棘住咗你嘅話，歡迎私信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一齊嚟睇清楚究竟你輸喺邊度，又點樣贏翻嚟。愛情有迷霧，陪你睇清路。我係 Chuck，我哋一齊拆解愛情難題。